观众朋友食饱未？昨是国外节，大家是安怎庆祝的呢？你敢知影国外节是安怎来的？有当时啊，你敢会想讲，人生若准会当顶头生，希望我会当选择无同款的路来行呢？今仔日老师要甲大家讲安怎会当过一个无后悔的人生哦。阁有介绍代表国外节的即个花你若看到后壁有老师家己去翕的影片，内面呢有翕到保罗迄阵做犯人的时遇到丙船。去互风扫去伫一个岛顶悬即个3个月内面呢，建立一个新的教会看到最后呢，阁有几啊百年的，敢若树含2500年前的人写的文字所以咱继续看落去。每一档的国外节无定着的日，今年是伫昨。伊的算法是讲，每年的春分第1个月圆以后的第1个主日，用迄日来纪念耶稣伫十字架受难30后国外那国外伫圣经内底记载16章马可福音16章第5节，7日的头日清早，耶稣已经国外。事先出现伫马大拉的玛利亚，就是耶稣前捌对伊赶出7个鬼的。第2位看马可福音16章14节，后来11个学生坐在食的时，耶稣出现，互因看见。国外节代表的花是百合花，因为百合花有半年的时间埋伫土骹，拢无看到。到春天到伊甲佮补圆那像佮活共款。因为安尼，所以来代表国外节的花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用彩色的卵，用鸡卵来彩色。有人食红色的，讲得代表耶稣的血，宝血咱来看圣经，约翰福音11章25节。耶稣甲伊讲：“我甲我名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亡死，要顾备我。”耶稣对死过我来替人赎罪，互人得到永远活。即款的代志，伫旧约圣经有足详细的记载，有表。就是献祭的代志，拢用羊献祭像赎罪祭，人的罪，罪代价就是爱死，免无死，就是爱付代价，爱献祭赎罪。当然，有一件故事是亚伯拉罕献伊的独生囝，这件代志，就是有一届上帝甲伊讲，叫伊的独生囝献互伊的以撒，甲伊的囝以撒献互上帝。亚伯拉罕就照安尼做。毋过，上帝并无安尼，互伊家己的囝当作祭物，用一只羊来代替。这个代志是毋是有表？将来上帝要将伊家己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来做一款赎罪祭，来替人赎罪。这是一款的有表。所以，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，佮我。伊的工作是满足上帝的公义甲慈爱，因为疼人无爱人死因为犯罪就是爱死，所以什么人来代替？就要用无罪的人来代替，来用耶稣来完成。咱看创世纪创世纪22章第8节，亚伯拉罕讲。我的囝，上帝要家己备办烧祭羊对迄碟2人3粒囝，这段圣经是亚伯拉罕带伊的囝陪迄个烧祭用的柴，要向山顶去献祭时中间的对话。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章36节
看见耶稣在行，就讲你看上帝的羊羔。所以上帝是毋是用伊的独生囝耶稣来当作献祭羊啊，献互人？咱来看两节圣经，伫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，耶稣甲伊讲：哥我甲活命是在伫我，信我的人虽亡死，犹旧要活。第二位圣经3章16节，上帝这么疼世间，甚至想赐独生囝，互所有信伊的人袂沉沦，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。有真侪宣教师，因得到特别的启示，所以愿意用因的生命来甲人讲，耶稣有叫我来信伊的人，也要叫我来得到永远的活命。特别伫这个所在，咱看一个扫罗，伊本来伊是一个专门咧迫害基督徒的，甲人掠去关监狱的人。毋过上帝直接启示伊以后，伊改变做成做一个无顾家己的生命来传扬这个福音的人。伊虽然互人骹扣、手铐扣掉，关伫监狱，犹原咧讲道理，犹原唱歌，互故意的兵丁来信耶稣。有一届，互人押去，互罗马的兵丁要甲伊押去罗马审判。中途有经过克里特岛，地中海中的一个岛。伫遐停留3个月，伊犹原伫遐宣扬即个道理，来伫遐建立教会。我伫克里特岛旅游的时阵，有食即个看到的物件，看保罗的脚趾，甲伊录一寡，来互咱逐人做参考。站伫船顶过暝，困醒日头就已经对海面浮出来了。这是爱琴海的顶悬，无偌久就要到伊拉克里翁的海港。这个海港伫下早时的日光照落去，看到不止啊水。然后就上陆，就来到提多教堂。这是提多伫遮牧养的教会。教堂的对面，遮有足侪丛的橄榄树，看到真大丛，应该是有几啊百年啊。遮橄榄树佮扫落去，就是即个城市的古迹。较早伫遮的城市，即摆已经变成拢剩石头。伫主前6世纪这就已经制定的哥图纳法典。伊的石板就是存伫即间厝内面。迄当时柏拉图相当俄勒即个法典做了真矫正。伊的文字刻人别人的石板，抑阁是足清楚。刻遮的字离开即阵已经差不多有2500年。
克里特岛，伊个圣经的地名叫做格里底，因为迄翻译的名称啦，所以克里特甲格里底差不多音吼。伫遮看即间教堂，主要是要想着保罗，互人压咧，要去罗马审判。伫即个所在，因为风大船袂当驶，所以伫遮暂时停困3个月，伊就有法度来建立教会。保罗离开的时，就甲提多留伫遮。今仔日真多谢大家朋友来捧场哦，有看到遮的，爱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哦。咱今仔日讲到耶稣为着要救咱，真侪人出世就是为着要死。保罗为着耶稣去互关拢不要紧，嘛是继续来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你是毋是有欣赏安尼的画面呢？祝福大家拢有顶头生的画面，过去无好的，就互耶稣帮你甲伊付掉哦。若是毋知影要安怎顶头生的，欢迎你去附近的教会找方法。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泰国7:10，台湾8:10，澳洲1:10，跟大家搁空中再会，平安。